Hello，早安，有没有吃到？没有。怎么了？要整人吗？会整人吗？哦。Hello。早安。今仔日我真正非常紧张，因为我大概八半台语戏我拢是硬背。我看了剧本了后，我感觉有心肝头结归圆的感觉，因为我想吼，每一个人伫人生内底拢有一寡代志是你想要解决，但是无法度解决的。我就是安尼，所以我看了剧本了后，我心肝头足艰苦的。你看到，今日看到你足欢喜的。你嘛无变啊？我嘛无，我变到足缘投，你知无？感觉足特别的，哪有一种叫做出婚这件代志？无毋对啦，就是讲伫咱即个会所的时阵，会拄到的问题，就是厝内问题嘛，就是甲婚姻有关系。生活内底点点滴滴啊，肉肉滴滴都有关系。我是感觉专工为这伫做吼，真特别啦。看剧本了，我才知影哦，原来婚姻结业式，咱台语是讲出婚，这个名词是为日本来，伫台湾其实真侪人拢毋捌听过。伊选择的是两个人无真正拆线，你还是有一个牵连，啊，毋过咧，你无需要两个人合作伙，这个思想其实真特别。老大伟啊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爱马仕，你叫我扣你内底。我这是不是啦？我以为我请来就不是的。一开始我较早我进前我摕到剧本哦，我就先看了后，我会感觉是真趣味的剧本。因为讲实在，我真侪朋友可能有3、4个就是安尼，伊真正结婚的对象是你家己真正爱的对象啊，所以我来讲真趣味。啊，毋过。这个代志无可能发生伫我的身躯顶，因为我即摆是种哦，但蚊子的水。我妈咪，米伟，米伟。第一摆摕到这个剧本的时阵，我惊到，为虾米惊到？因为内底讲的代志，都是我身躯边朋友发生的代志。因为到我48岁、49岁这个年岁呢。我有真侪朋友呢，突然间，甲伊本来的婚姻拢结束啊！啊，伊若是搁找后一个对象呢，竟然拢是第一摆初恋迄个人，好莫忘初心，差不多是咱这个会所的人会拄到的代志。了啊！啊，毋过一个人对爱茫是要消灭，是不是？是要消失，对爱茫，是要消失的。我会较是，我感觉可能甲我家己足无共的，因为你是一个不知影家己要啥物的女人，也毋过我是一个较亲像查某款的查某囡仔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足无共。也毋过这毋是无好，我感觉就是一种人的无共的生活的方式。伊足清楚伊家己想要爱啥物物件，要去争取，这件代志是足勇敢的。